投資型保險免課稅。大忙人如你，若很常都是把多餘資金拿來投資股市 ETF， 應該很常聽到身邊的保險人員跟你講，不如改來跟我買投資型保險，至少可以免被課稅。但是真的如保險員講的那樣，改買了投資型保險就完全不用被課稅嗎？投資型保險的稅務處理確實與一般股票或 ETF 有所不同，但並非完全免稅，而是需視情況而定。一、保單內部的投資增值，在投資型保單的賬戶內，資產增值期間不會被課稅，這與基金在保險賬戶內運作有關。配息若一直都是留存在保單內不提領，倒是真的還不會被課稅。二、解約或部分提領，若解約或部分提領時，且提領金額超過已繳保費，超出的部分會被視為利得，就需納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。一般來說，超過部分會被課6%至40%不等的稅率，取決於個人的綜合所得稅率給佢。三、身故理賠，投資型保單的身故保險金通常不課稅，但若遺產總額超過免稅額，仍需納入遺產稅範疇。四、ETF 配息課稅差異，直接持有台股 ETF， 其配息屬於股利所得，需合併計入個人綜合所得稅，並適用28%或30%稅率。若透過投資型保單間接投資 ETF， 配息不直接發放給保戶，而是留存在保單內滾動，因此未立即課稅。所以投資型保險並非完全免稅，而是稅負延後至解約或提領時才課稅。如果目的是長期資產增值，確實有稅務遞延的效果，但若頻繁提領或解約，還是會有稅務成本。關於該要如何避免被課稅，這會有投資給佢問題，跟該要如何的提領利得，使得達到投資型保險真的免稅額，之後再慢慢來跟大家分享。投資型保險免課稅。大忙人如你，若很常都是把多餘資金拿來投資股市 ETF， 應該很常聽到身邊的保險人員跟你講，不如改來跟我買投資型保險，至少可以免被課稅。但是真的如保險員講的那樣，改買了投資型保險就完全不用被課稅嗎？投資型保險的稅務處理確實與一般股票或 ETF 有所不同，但並非完全免稅，而是需視情況而定。一、保單內部的投資增值，在投資型保單的賬戶內，資產增值期間不會被課稅，這與基金在保險賬戶內運作有關。配息若一直都是留存在保單內不提領，倒是真的還不會被課稅。二、解約或部分提領，若解約或部分提領時，且提領金額超過已繳保費，超出的部分會被視為利得，就需納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。一般來說，超過部分會被課6%至40%不等的稅率，取決於個人的綜合所得稅率給佢。三、身故理賠，投資型保單的身故保險金通常不課稅，但若遺產總額超過免稅額，仍需納入遺產稅範疇。四、ETF 配息課稅差異，直接持有台股 ETF， 其配息屬於股利所得，需合併計入個人綜合所得稅，並適用28%或30%稅率。若透過投資型保單間接投資 ETF， 配息不直接發放給保戶，而是留存在保單內滾動，因此未立即課稅。所以投資型保險並非完全免稅，而是稅負延後至解約或提領時才課稅。如果目的是長期資產增值，確實有稅務遞延的效果，但若頻繁提領或解約，還是會有稅務成本。關於該要如何避免被課稅，這會有投資給佢問題，跟該要如何的提領利得，使得達到投資型保險真的免稅額，之後再慢慢來跟大家分享。